你是啥物人？来阮遮创啥啊？我唔是鬼，我是水晶宫派来。水晶宫派来？水晶宫派你来遮有啥物代志啊？嘿嘿嘿，当然是有代志的。我甲恁讲，杜九的伊是海陵王的囝婿来出世的，所以恁袂用得罪伊。恁若敢欺负者，就等于是欺负阮水晶宫的人，知无？对，恁上好唔通黑白来，也若无，后果会不堪设想。我知，我会照你的交代，我一定会对伊真好，袂对伊乱来啦吼。阮交代你的代志，你也会谨记在心，知无？啊，知。好，来走。有鬼要抓我啦！无啦，哎呀，阿某的啊，哪有鬼莫话大细声啦？迄毋是鬼啦，迄对，讲话这水晶宫派来的神明啦，哎黑呦。白讲啊，我明明就看到鬼，啥物讲神明啊？黑白讲啊！啊，他拄则因咧甲我讲的话，你敢若无听的哦？因有讲啊，讲咱才叫对迄倒球的较好的，啊无咱会食亏啊。有啊，伊讲这话我是拢有听的啊。是啊。哦，讲啥物倒救的是海陵王的囝婿来转世。嗯。哎呦，骗少人家安尼，以后有较好命。哎呀，非得总讲一句啦，我插伊是啥物乌汉子啦，我一定要甲赶出去啦。哎，别，阿某的，莫掠讲啦。伊拄则讲话，你敢袂记？讲咱若对伊无好，后果不堪设想呢。哎，安怎设想啊？我甲你讲啦，插伊遐多啦。我决定的代志，我绝对无改变啦。我甲你讲，即摆恁庄仔要来困互把面啦，明仔载绝对要来赶出去啦。放心，有代志算待我。明仔载绝对有好戏通看的啦。啊，真正讲有迄海陵宫的神来甲迄两个老的托梦讲，我就是海陵王因囝婿哦。讲真经，我透早起来就看两个老大的画，画甲安尼，但是阮迄安尼啊，敢若无相信这套。我家己我就知影啦，我讲啦，我了福气到唔知啦。我虽然命底有较歹啦，但是我即摆渐渐得要好运啊啦。海陵王的囝婿，借问咧吼，你知影海陵王因查某囝生做水也歹无？那海陵王因查某囝，你要我做囝婿哦？嘿，迄是跳水自杀才会当做囝婿。对啊，我就来跳。你也讲安尼啦，我唔知去做水老师。啊，无你问我海陵宫伫倒位啊？我敢知影海陵王因查某囝水也歹。啊，海陵宫就伫个，海陵宫伫倒，我哪会知？你问我，我问谁？我嘛共款啊，你问我，我问谁啊？好啊啦，恁两人莫搁倒啊！恁问个海量的查某囝是水也歹啦，搁较安怎水吼？嘛无安尼本姑娘的水啦。哎呦，拜托诶，你也知影哦，你本来是我的新妇啊爷哦，啊我即摆已经甲你踢掉啊，我经村啊才踢互伊的呢。你定定对观众讲你水，你要互观众食中昼饭的时阵吐出来呢？你甲看卖咧啦。但是嘛有够无意思哦，你上来无兄弟啊？你讲迄什么话啊？哈？你讲什么意思？讲你啊经村啊踢互我全来收费底哦？人迄是不良的品种呢。不，优良。唔是啦，我的意思是讲，我将伊当做单路送互你啦。对了，啊你单路送啊，我才送互别人啊送来送。恁若是讲啥话啊？恁两个真是安尼甲我当做单路安尼送来送去啊？恁爱知影呢，咱三个关系即摆是真亲密，但阁真复杂哦。即摆哦，我要叫啥物人，这是我的自由，我要阁考虑咧。哈，那安尼我优先唔免考虑。你是安怎讲啊？因为吼，你也知影，我即摆就是海陵王因囝婿啊，我即摆想要做啥就要做啥，所以你唔免考虑我。就是人，你唔通真是相信的，真是相信讲迄两个老的面盲真是的哦。啊，无唔是真实的。
毋是真实，我嘛当做真实，因为我今日我有感觉，我有第来感，我感觉我愈来福气愈大啦。倒球的啊，你莫搁大迷茫啊啦！就算安尼啊，做迄个梦了，伊透早就走去庙安尼求神啊，安尼问当机啊，是讲吼，安尼讲不管你是啥物人，伊也是赶快要甲你赶出去。对，所以讲你大区的莫先讲，大话莫先讲啦。我甲你讲哦，安尼啊外受气的，讲一定哦，无论哪嘛要甲你赶出去，你若家己唔出去哦，硬害个甲你吼出去。哇，安尼我是空欢喜，真正有影好运袂煞，歹运袂煞。没有是，我互恁三个啊，去凡间去甲人吓惊，安尼就已经真超过啊！恁搁要借我的法宝要去原谅，这要哪样哩？父王啊，莫安尼啦！阮借你的法宝是要做好代志，也毋是做歹代志。搁再讲我有算过呢，倒救的吼，伊的命中劫数是真多哦。是啦，父王啊，阮三个法力吼，都无就甲倒酒斗3工，啊你若法宝肯借完吼，到时啊倒酒就免结束遐尼济，安尼嘛较袂遐可怜。是啦，莲王啊，为着吼你遐个法宝，藏的嘛是藏的对无？你借阮摕出去点点的，安尼人毋才知影你莲王的法宝是偌厉害。下女啊，啊，这甲你也无关系啊！你是咧甲人讲啥啊？你是拜啥物啊？我甲你讲，总共一句话，恁拢毋免搁再讲啊啦！要借法宝哦，免谈。你毋答应哦？安尼好嘛，下女，知，物件去款款的。是。等下。我一个宝贝查某囝，啊，你叫下女去款款的，你是准备要创啥？父王啊，请你原谅女儿的不孝，我袂当踮你的身躯边做孝女，我决定要来汉奸做汉人。对，父王，我搁问你一句话，你是要招也毋招？若毋招吼，我要互你无人头，甲你捧斗，要离家出走。啊，你明明就是咧甲我强悍嘛！好啦，恁是要招啥物啦？父王啊，足简单的，你的随身宝物，咱的传家之宝龙手。啊？两手？啥款？买无？啊若无吼，我无爱做孝女啊哦。我嘛袂愿甲你捧斗哦。啊，一个要甲我捧斗，一个毋甲我靠路头。啊，好啦，我招恁啦。真是的啊，多谢父王。讲我是海莲王的囝婿，结果食埋配豆乳，奇怪！啊，海莲王囝婿应该生活愈来愈改善，结果也拢无影无一只。迄个人咧讲海莲王有咧啉酒，啊，我哪拢无啉酒啊？就是安尼哦，我可能有两倍的款啦，只爱逐工食糜配豆乳。倒酒的啊？哎，大妈，食糜配豆乳。唔免啦，啊你有食我就欢喜啊。啊食饱未哈？差不多食饱。安尼哈，嘿来你啦，甲拖嘴，啊，我，紧甲拖嘴，慢来拖嘴，慢拖嘴，